在当后，台南市再次举办全运会，不过游泳的场地却伫台中。接续114年咱胜者全中运游泳场地，因为临着游泳池未赴改建，也是爱刷到高雄。副议员林冠伟以游泳委员会陈情书积极向市府请命，因为6岛当中只有台南无一座国际标准的游泳池。不只是选手的训练无场地影响成绩，嘛是民主问题。要求市府不管是改建还是重新找地起新的，一定要有所突破。议会同仁非常多人在争取我们，台南市需要有一座国际型的游泳池。那其实盖在哪里，我觉得都没关系，主要台南市需要有一座国际型的游泳池，其他。符合国际标准。对，符合国际标准游泳池。那其他五都它有些县市甚至还有2座，现在只有台南市没有了市长这个有没有机会慢慢编列预算，或者是跟中央争取预算来编我们这个游泳池？我觉得有这个心啊，那就是说分2个方向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。我真的跟您报告，16年没有办全国运动会，我们很多场地都荒废了，都很多设施都破旧了，所以我们只能就一件一件来。那游泳池也是很重中之重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求把好的可以的变成一个合乎国际标准的游泳池，再求盖一个新的国际游泳池。对此议员甲体育局长交换意见的时，局长嘛回应，除了临着运动公园的游泳池改建成符合全国性标准，已经进入细部设计。另外，伫安南区本店路、桂林高铁区等所在，希望兴建国际标准的场地，嘛拢有建议案正在评估。不过，因为经费高达6-7亿，已将当面向中央体育署来争取。咱的新闻，阮籍林英光采访报道。